你咧介紹咗啲東方文化嘢俾我之後咧，我發現東方文化真係不得了啊！然之後咧我就好認真去研究啦，我同我 friend 介紹咯喎，咁之後就同佢哋講話啲香點好點好，之後佢哋問我知唔知咩叫咩秘魯聖木啊？然之後咩鼠尾草嗰啲，我就俾佢哋拋實咗咯喎，點算啊？你快啲教我你咩問我就啱啦，我正就有盒秘魯聖木嘅香喺度。秘魯聖木咧其實係木質嚟嘅，咁但係咧佢有點解啲人會中意咧？因為佢有少少帶有金骨味嘅香甜味。點嚟聞下啦？秘魯聖木咧好多文化入邊咧，佢都會用嚟淨化我哋個空間啦，消除一啲負面嘅情緒啦，同埋洗滌心靈。我哋洗滌心靈一下先啦。係咪好特別啊？個味道個味好優雅喎。而呢個盒咧最神奇之處，佢就可以好方便啊！放喺度。咁啊，即係可以，如果係嘅話，可以帶去旅行，然之後如果我去住酒店嗰啲，用嚟淨化個空間都得咯。冇錯。不過要記住小心個煙霧探測器。OK 嘅，少少煙嘅。